梁日華同埋石安教會為何不斷發放災難信息呢？其中一個目的係咪就係為咗發財呢？咁我哋今集就會去探討下一部分嘅內容啦。究竟點解梁日華不斷發放災難信息呢？其中一個目的呢，咁啊當然就係要牢籠住一班人啦。因為你製造恐慌恐懼呢，咁你先至會有一班人對你係有向心力嘅。咁當你不斷製造呢啲恐慌恐懼嘅時候，呢班人對你有向心力，覺得你俾到安全感佢咧，呢班人就會向你賣命，向你投誠，直接就會去將佢哋嘅人生、生命、金錢、信仰都交託俾你啦。咁所以梁日華呢係好識得利用災難嘅信息或者呢啲嘅內容呢，去俾石安教會裏面嘅會眾噶噃，但係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仲有就係發財啦。咁會唔會呢一樣嘢咧，就係梁日華好識得利用咧？咁我哋去睇一睇啦。咁係定期石安教會官方網站 ziondaily.com 上面去上載嘅一個梁日華牧師自傳3852篇嘅，咁佢裏面咧就係咁以搭段經文出嚟咧，就當係靈修啦，其實就唔係啦。咁佢就話呢個問題咧就係梁日華嘅兒子去問嘅，佢就問佢爸爸，跟住咧就佢爸爸咧就教翻佢，咁佢個兒子咧就問啦，爸爸記得當年父親節期間不但推出了 Father's Love 這首歌，還製作了很厲害的吉翁號模型，那時爸爸與我分析模型小組做得很的地方，期間亦發生了音樂人事件，爸爸以前居可見的視覺作出分析，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因為神知道我們父子內心善良，所以如爸爸的經歷般，神會帶領一些人前來死給你睇，即死俾你睇啊，使爸爸不必親身經歷碰釘或床邊學會功課。由於爸爸深厚的信仰質素，能透過觀察別人的失誤、跌倒或瑕疵，從而得着神的提醒，懂得做好自己。上一次那事件的發生，爸爸讓我知道，那人選擇行音樂路線，也是一位音樂人，卻因為驕傲而自以為很出色，甚至認為他所認識的東西才最厲害，連石安教會亦不及他。當時爸爸分析了，神讓那人在我面前死給我看，使我永遠也不會走返那條路。呢度咧就都係貫徹梁日華嘅一貫作風啦。咁佢就都係自大噶啦，咁亦都喺佢屋企裏面咧更加之自大啊。佢就教埋佢個仔咧就話，音樂人事件即係石安教會其中就有一位音樂人啦。咁嗰位音樂人咧就係相信啦。咁就梁日華就講咗佢離開噶啦。咁但係呢一個音樂人咧，佢就係做一樣嘅嘢，究竟係唔係梁日華所講嘅咁邪惡，或者係做一啲所謂就係驕傲嘅嘢咁嘅嘢咧？咁我哋呢度睇翻咧就並唔係嘅。事關咧，我哋知道咧呢位音樂人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咧都係去幫其他弟兄姊妹，尤其係其他喺疫情期間咧冇餵養教導嘅弟兄姊妹啦。咁但係咧，梁日華當然就一言堂啦。哇！我作為牧師，但係旗下有人竟然喺度自己去同其他弟兄姊妹去學經文或者去靈修，哇！咁真係喺太歲頭上動土。於是乎咧，就大家都係有啲嘅即係意見上面嘅唔啱啦，咁離開。咁當然啦，我哋呢個詳細就唔喺呢度交代，但係我哋所知咧，梁日華佢自己本身咧都唔係一個真係教聖經嘅人啦，係咪？咁人哋如果教聖經同其他弟兄姊妹靈修，話出石安教會有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咁梁日華就係又大動肝火啦，咁即係又係方丈品嬲了咁就踢咗其他嗰所謂嗰個人啦，就離開咗教會。跟住咧就亦都係以一貫作風啦，所有離開
錫安教會嘅人咧，佢都會視作咧就係壞學生，同埋咧要死俾佢睇嘅。咁當然係咪死俾佢睇咧？我相信梁日華應該係早啲即係離開嗰一位啦。咁我哋亦都相信咧，就係梁日華自己亦都唔知道自己身邊嘅人基本上其實都睇穿咗梁日華本身嘅一貫嘅作風，只不過其他人只係喺表面上面咧扮係好阿諛奉承梁日華嘅啫。但係我想喺呢度去講咧，梁日華對佢個仔佢有一個咁嘅灌輸咧，就非常之洗佢個仔腦嘅。即係呢位音樂人咧，其實咧就亦都係佢認識嘅嘢係好叻嘅。即係包括音樂層面或者其他嘅一啲知識上面嘅層面啦，都係叻過錫安教會所講嘅教導。聖經上面嘅認識更加係多過錫安教會教導。咁連錫安教會呢度寫連錫安教會也不及他。咁我想問，錫安教會算係老幾啊？梁日華算老幾咧？即係你即係大學都未畢業嘅你自己咧就不學無術嘅。咁你又有啲咩長處叻過人呢？就算你自己嗰個中醫或者你自己嗰個所謂自然療法嘅證書我哋都知道裏面咧係有啲嘅問題喺入邊我哋知道我哋之後嘅內容我哋會講之後我哋會講呢個中醫證書同埋自然療法證書裏面嘅內容咧呢樣嘢咧，大家可以上網 check 下就知道佢嗰個公正性有幾高啦。但係就拎出嚟咧就話自己係註冊中醫師咁大家可以去睇睇梁日華究竟佢有幾多嘢係真係見得到人嘅。咁呢度咧就話咧又話死俾佢睇咁呢樣嘢就係灌輸梁日華嘅作風啦，就係話人哋去死就人哋去死啦。咁亦都佢話答埋神個名出嚟嘅話，神讓那人在我面前死給我看。咁以呢樣嘢咧嚟到去教導佢個仔，究竟佢個仔有幾多學咗佢嘅教導裏面嘅讀數咧？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度咧就留言俾我哋知道下咯。咁大家係可以上翻 ScionDaily.com 去翻2025年4月26號嗰篇嘅內容啦。梁日華牧師自傳3852篇就會揾到呢篇嘅栽在溪水旁內容嘅錄音版同埋文字版噶啦。咁大家都可以喺上面參詳睇下梁日華嘅作風係點樣噶啦。咁呢個就係錫安教會最近期前幾個月嘅一個通告，佢就講到就係關於有災難發生。咁呢個通告咧就大家喺錫安教會內部嘅群組就係發出嚟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噶啦。咁呢度咧就截錄俾大家睇，咁寫住就係其實係咪用一個災難或者恐嚇會眾咧，客戶仲買求生用品賺錢？咁我哋呢度咧一細讀佢嘅通告，同埋我哋細讀佢嘅家序裏面嘅一啲嘅收費。咁喺呢度咁講啦，個通告就話啦，各位弟兄姊妹近幾星期災難頻發，無論是天災人禍、乾旱大火、大雨洪水，以至天與地的四風，明顯神的審判已遍及全地。我都唔明佢講咩叫天與地的四風，即係你啲文化咧又係做錯又係寫錯嘅。四風點樣四風即係佢講嘅啟示錄四風，但係點為之又係天與地嘅四風咧？即係呢個又係好搞笑。雖然我們有着錫安的遮蓋，但也不能忽視神考驗我們各人警醒預備他再來的心。同時我們亦應以智慧為將來的無依人作預備。咁呢個邏輯上面又係九唔搭八。錫安的遮蓋有咩遮蓋啫？自以為有遮蓋，你連地震都遮蓋唔到啦，颱風你都遮蓋唔到啦，點遮蓋啫？但神要考驗我哋各人警醒預備他再來的心。咁呢一樣咧，聖經都係要考驗我哋各人嘅警醒預備嘅。呢度佢又講得冇錯，但係咧佢話同時我們亦應以智慧為將來的無依人作預備。咁點為之將來嘅無依人咧？即係佢嘅邏輯就係講到就係佢哋係被提嗰班後一批被提發無依人。咁佢哋預備呢啲災難嘅用品咧，就即使自己用唔着都可以留翻喺將來喺大災難嗰班嘅無依人就去預備咯。咁呢個就係佢哋嘅邏輯啦。咁因此必特
意為大家搜羅了一些求生用品。今次家聚集體訂購產品，升級版30天求生用品套裝售價3350蚊全套，常規版30天求生用品套裝售價1880蚊全套，都幾貴啊！咁啊，大概買啲咩咧？大家可以睇啦。咁我哋就唔讀晒啦。總之我哋就睇一個升級版先。升級版咧就求生用品套裝3350蚊一套，咁啊包括迷你急救包啦。應急保暖氈、應急保暖帳篷、緊急保暖雨衣、長款全身防暴雨衣、高筒防滑內膜雨靴。咁啊呢堆嘢咧，大家可以喺呢個影片咧就撳咗個 stop 掣啦，咁啊就可以睇晒佢裏面嘅內容有啲咩啦，都有成咧28件嘢嘅，咁我哋就唔喺度一讀晒，大家就可以睇下佢個圖，佢呢個升級版買嘅嘢係啲咩嚟噶啦，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另外原來有30樣嘢嘅話，太陽能點火器咁呢啲嘢啦，咁常規版咧就30天求生用品套裝售價1880蚊一套。咁有啲咩咧？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度啦，都係頭先嗰啲嘢，不過咧呢個就低 level 版嘅，頭先嗰個就高 level 版嘅。咁大家都可以撳停嚟睇噶啦。咁有28樣嘢啦吓。咁佢呢度就講埋咧就係注意事項。由於一些貨品包含多種顏色故在採購時將根據廠家提供的顏色隨機派發。如某種貨品出現供應不足的情況，將會提供相似的替代貨品。考慮到弟兄姊妹可能需要在不同地點放置求生用品，所以可以重複報名，我們將根據已付款訂單進行最終確認。訂購及派發詳情。呢個公司咧就 Fitbit 啦。Fitbit 咧就係石安教會開嘅一間，即係旗下嘅一間採購物資嘅一間公司噶，即係一啲健康產品。但係呢間公司咧係一間有限制公司嚟嘅。咁呢間公司嘅收款收費咧，全部咧都係歸入呢間有限公司嘅賬目入邊嘅。咁而呢間公司大家睇到咧，可以去留意下呢間公司有冇一條數去公開俾大家去睇，究竟佢嘅營運狀況啦，佢嘅收支平衡係點啦，佢嘅現金流係點啦，佢收咗嘅錢嘅用途係點啦，咁有冇一個交代俾大家去睇咧？咁希望石安教會或者 Fitbit 嘅高層，當你哋睇到我哋呢條影片嘅時候，麻煩你提供你哋嘅收據同埋你哋嘅支出收支平衡表俾我哋知道咧，你究竟有冇去喺從中去獲利抽水咧？直接買呢啲嘅產品而有機會去就係以一個好低嘅價錢買翻嚟，一個好高好貴嘅價錢買翻俾弟兄姊妹咧，賺取差價。咁我哋喺度逐個家再讀下佢有幾多人買，咁又收咗幾多錢啦。咁呢度嘅日期咧就係2月份嘅，當其時啲人填嘅日期咧就2025年2月份嘅。儀式一家聚，咁佢哋總共收咗嘅費用咧就係23,620蚊嘅，咁就唔係好多人買啫，只係23,620蚊。儀式二家聚，咁總共佢哋嘅付費總共嘅收費咧就係47,650蚊啦。咁即係話呢個家聚就係會眾就俾咗47,650蚊啦。咁就唔係全部人買嘢。儀式三家聚就多人買啦。咁點解咧？因為多好多嗰啲婆婆嬸嬸嘛。咁佢哋驚佢哋咪買。咁佢哋一聽到梁日華先知咁講咁佢哋或者聽到石安教會嘅公告咁講咁佢梗係覺得哇，梗係好緊張要買啦。咁呢班婆婆或者呢班嬸嬸咧，同埋呢啲嘅弟兄咧，佢哋就俾咗71,270蚊啦。儀式四家聚，咁呢個家聚咧就唔多人買嘅，咁大家都醒水咗好多啦。咁今次再俾咧就係俾咗8,990蚊，跟住另外儀式五家聚咧就總共俾咗25,090蚊。儀式6A 家聚，佢哋嘅成員總共購買金額咧就係42,010蚊。儀式6B 家聚，佢哋嘅購買總金額
額咧就係45,770蚊。而些律師佢哋加序購買嘅總金額咧就係好多喎，83,610蚊。而些7A 加序購買嘅總金額係26,150蚊。而些7B 加序購買總金額18,390蚊。而些7C 佢哋加序購買嘅總金額25,090蚊。而些7D 佢哋購買總金額咧就40,780蚊。而些7E購買嘅總金額就係31,790蚊。而些7F佢哋購買總金額就係27,380蚊。而些8A佢哋嘅購買總金額就係35,310蚊。而些9A 加序購買總金額就係39,720蚊。而些10A佢哋嘅購買總金額就多啦，就係71,340蚊。因為點解咧？呢班加序成員最新嘅，係石安教會全體加序最新嗰批人嚟噶啦。咁所以佢哋咧以前咧就冇試過買過呢啲嘅，即係買咗呢啲嘅求生用品機會就唔高啦。咁亦都係初信易啲，即係俾錢易啲受落啦。即係等於你翻得耐你都知道有啲嘢你唔需要俾錢買啦，係嘛？咁但係呢班新翻覺得石安教會梁日華所俾嘅公告就係聖旨嘅話，咁佢哋好多時多多益善少少無拘咁樣就於是乎就喺度我哋睇一段嘅經文啦，就係馬可福音13章8節，主耶穌基督當時就講啦：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咁主耶穌基督係講過一樣嘢，就係佢再來嘅日子嘅時候咧，係會有呢啲嘅事情發生嘅，就多處都係有地震、饑荒同埋災難嘅。咁我哋係作為基督徒係需要去作出預備，我哋都要警醒嘅。咁我哋需要警醒，當然我哋係知道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去反問反思一樣嘢，究竟石安教會同埋梁日華做呢啲嘅教導，就係不斷喺佢哋嘅主日信息裏面都播呢啲嘅災難篇啦，播呢啲嘅災難嘅事情，即係譬如各地嘅一啲主日各地嘅一啲嘅災難咧，都喺佢主日裏面去播放出嚟。咁用意何長，目的何在咧？咁我哋當然要警醒，但係你由2012信息開始播到依家都係咁樣嘅話咧，咁個情況就係第一啦，我哋都知道就製造一個恐懼而誕生一個向心力去石安教會入邊嘅。第二樣嘢，播得多災難呢啲嘅事情，當有一啲嘅地震或者一啲嘅將要發生嘅一啲嘅事情，咁佢哋咪可以作為一個嘅引子，叫大家向 Fitbit 課金俾錢買佢求生用品。咁但係咪要咁貴呢？究竟個價錢個售價裏面呢，有幾多係石安教會同埋 Fitbit 嘅獲利嘅利潤呢？咁石安教會同埋梁日華可唔可以作出一個交代呢？咁你收咗弟兄姊妹錢咁多年，究竟你賺咗幾多錢呢？你喺弟兄姊妹身上係賺咗幾多嘅錢呢？咁我哋咧有一個 Telegram group 嘅，歡迎石安教會內需要求助同埋分享案例經驗嘅人士可以聯繫我哋嘅 Telegram 啦。咁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或者點擊我哋嘅連結咧，就可以加入啦。咁我哋係完全唔知道你嘅身份同埋你嘅名嘅，亦都唔會去公開俾其他人知道你嘅身份同埋你嘅名嘅，因為我哋根本完全唔知道你嘅身份同埋個人名係邊個。咁所以歡迎你哋加入，亦都歡迎石安教會梁日華全職加序負責人跟進而法律家平信道，你哋加入一齊去傾偈，一齊去發表你哋嘅意見同埋想法。特別咧就係可以話咧，特別去邀請一班你哋屋企人朋友仍然係返緊石安教會，但係你好想幫佢哋嘅呢班嘅人咧，你都可以入嚟發表你嘅問題，睇下我哋有冇機會，或者我哋可唔可以有機會幫助得到你。咁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 咧，我哋就有個留言節錄。咁呢個留言節錄咧，我就唔將佢刪減啦，我就將佢嘅
文字咧就係一一原汁原味咁樣去讀出嚟啦。咁佢咧其實就係講緊錫安教會嘅一啲嘅現況同埋一啲事實嘅。咁啊，當然以事論事，客觀以事實去講嘅啫。咁佢就話呢個躲在工廠大廈千零人啊，一群凡夫罪卒啊，低三下四的草根階層，但又貪錢貪到出汁。圍內又有大小路簽，西面 sell 的烏克蘭大學 online degree， 當年係2000年啊，大佬傻嘅咩？咁嘅 degree course sell 俾弟兄，搵食行遠啲啦。嗱，高層貪小便宜，愛虛名，愛階級，愛門面，讀書少，工作低下，夫婦好多冇仔生，男不婚女不嫁，拖唔拍，根本似 LGBT community。娛樂遊戲是佢哋神學教育制度，個個戴假髮大明星，戴假髮就佢就耍錯字啦。不過大家都知個意思，假髮就係嗰幾個人啦，梁日華一定係啦，咁啊即係扮明星啦，譬如劉志全 Eddie 啦，咁啊同埋黎展明呢啲啊扮明星啦，60幾歲人就扮明星，個個窮光蛋。有一個哈佛學生講足半個世紀，仲要問佢借錢。咁啊，原來有哈佛學生咧就係出自錫安嘅啊。咁啊，佢把口又可以講咗半個世紀，咁我就唔知邊位啦啊。話原來咧教會裏面有人咧，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仲要問佢借錢啊。咁啊，教會都係貪小便宜噶啦，呢班啊所謂教會啦，見到有錢人或者有價值人士，高層啊衝出嚟一味黐住晒，一群空心老公，有問題就解決問題嘅人，即係話咧，有人提出問題，佢就解決問題嘅人啊。咁啊，當然其實都係錫安教會內部一貫作風噶啦，成間教會永遠 underground， 好似毒販。你睇下新興教會恩福堂啊，100年傳統浸信會、宣道會、瑞士教會啊，咁啱嘅。錫安教會真係唔係一間教會嚟嘅，唔係一個正宗嘅基督教教會咯，所以唔需要當係教會。神毀滅全世界，教會就是要高過一隻異形。問號，只有異形才得救，異形才是正確的基督方式。咁呢個異形就係講呢個梁日華同埋錫安教會呢啲所謂自相教會，所謂嚟自神嘅呢啲咁嘅，即係神認可佢哋嘅呢啲咁嘅教會組織啦。咁啊，佢又講大笑了啊！咁樣嘅怪獸就係聖經最後144000人。佢話佢說了就算，佢話係又係啊，咁啊都啱嘅。佢話係又係咩？即係其實佢真係一個真係佢算老幾啊？佢就話梁日華總是貶低他人，抬高自己，幾乎每次的信息都是如此。如果聖經真的記載了他所說的話，還有多少人會相信呢？問號。咁啊，如果梁日華咁嘅教導底下，佢成日踩低別人，抬高自己呢啲咧，佢又話佢制度聖經啊嘛。將來千禧年嗰1000年呢，啲人要去認識神都要喺錫安嘅事蹟先揾到神啊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啊梁日華呢啲咁嘅即係把口又臭又衰啦，咁呢啲究竟點樣可以記載得落聖經而叫人去信認識神咧？咁幾多人如果真係信佢所講嘅嘢，有幾多人真係信神咧？如果咁差嘅呢啲嘅生命內涵啊，擺出嚟都明知係空心老官噶啦，咁樣可以做到聖經根本冇可能，咁啊所以可以想而知啦，梁日華呢啲同埋錫安教會呢班人咧，全部都係空心老官嚟嘅，大家要睇清真面目啦。我哋有一個 Telegram group， 咁就係俾錫安教會內需要求助同埋分享案例經驗嘅人士可以去聯繫我哋嘅。因為我哋係希望能夠透過 Telegram group 咧去睇到呢啲求助，或者係睇到一啲已經離開咗錫安教會嘅人士嘅經驗分享同埋個案分享咧，從而我哋能夠可以去幫助更加多現時喺錫安教會內嘅人士。你哋有啲人需要求助，但係有冤無路訴，唔識得去揾門路，或唔識得去揾答案嘅人士，喺呢個嘅宗教裏面嘅困惑去聯繫我哋，因為你哋係活在喺一個假宗教入邊嘅一個體系，你哋係被壓制，被一個嘅封鎖消息上面嘅控制，你哋係唔能夠知道真正睇穿錫安教會嘅內容，但係你哋仍然去
活喺佢哋所俾嘅呢啲嘅假嘅教導，呢啲迷惑入邊，令到你哋嘅生活，令到你哋嘅信仰都係迷失、失去方向嘅。咁都歡迎你哋去加入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咁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 咧，裏面嘅所有內容我哋都會絕對保密，我哋亦都會保護你哋嘅身份，因為大家用 Telegram group 嘅時候咧，大家係唔知道大家嘅身份，亦都唔知道大家嘅電話號碼嘅，所以你哋所講嘅所有內容咧，係唔會對應到你哋嘅身份同埋你哋真正嘅現時嘅喺邊個家聚啦，喺邊一個策略區科林啦，係完全唔知道，所以你哋需要求助幫助嘅，記住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group，同我哋去交流，多謝你哋。